家己在地布袋戏表演团队三麦堂甲家己基督教病院合作，邀请到17个乡镇，因为咧做基家教会老大人做伙提早来围炉，而且佫有为因设计表演，也佫有人红的体验，希望互老大人会当感受到过年热烈的气氛，也想起早前看布袋戏的快乐。 提布袋戏红仔来人，老大人欢喜的心情，为民众看会出来。家己基督教病院伫旧年过年进前，安排因居家服务的长辈做伙围炉，佮邀请布袋戏表演团队三麦堂来表演甲展览，互长辈佮再次回忆看布袋戏的心情。真欢喜来遮吼，大家来吼，啊斗阵啊吼，真热闹真好。在怀旧的治疗，这些大脑的活化哦，包含他们操作布偶这些手的灵活度，我觉得对长辈都是一个很好，可以让他们开心，然后又有活化他们大脑的一个作用。三麦堂表示，布袋戏伫较早无电视电影的时阵，是真受到欢迎的民间娱乐。透过这个展览甲表演，互长辈唔能通看戏，佫会当亲身体验热戏红仔的趣味。这老大人细汉的时阵，拢足侪人爱看布袋戏，然后因为人一世人拢唔捌耍过布袋戏红仔，所以阮今仔一部分来是要演出互因看，吼到老热，啊一部分就是要互这士大人会当耍这布袋戏，人这布袋戏。迄个讲的，佮交流讲，哦啊，查某讲查某听，查甫讲查甫听，足牛的。哦。除了围炉甲表演以外，嘛佫有人来替长辈整理头毛。家己基督教病院表示，这居家服务的老大人，有的身体无方便，有的是中价小巨好，透过活动的举办，希望会当互长辈伫过年前提早感受到闹热的气氛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